今日要讀嘅經文係喺歷代志下第28章第29章，提摩太後書第2章。歷代志下第28章，亞哈斯登基的時候是28歲，他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不像他的祖先大衛一樣，行耶和華看為正的事。他卻隨從以色列諸王的道路，又為巴力鑄造偶像，並且在欣嫩子谷燒香，用火焚燒自己的兒女，像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驅走的外族人所行可厭惡的事一樣，又在邱壇上、山崗上和各青翠樹下獻祭燒香。因此耶和華他的神把他交在亞蘭王手裏，亞蘭王擊敗了他，擄走了他很多人民，帶到大馬士革去。神又把他交在以色列王手裏，以色列王就在猶大進行大屠殺。利瑪利的兒子比加在猶大一天之內殺了12萬人，全是勇士，因為他們離棄了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有一個以法蓮的勇士名叫細基利，殺了王的兒子瑪西亞，王宮的總管革斯利金和王的宰相以利加拿。以色列人從他們的兄弟中擄走婦孺共20萬人，又從他們中間奪取了很多戰利品，帶回撒瑪利亞去。那裏有一位耶和華的先知，名叫俄德，出來迎接回到撒瑪利亞來的軍隊，對他們說：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因為惱怒猶大人，才把他們交在你們手裏，你們卻怒氣沖天，殺戮了他們。現在你們又想強迫猶大人和耶路撒冷人作你們的奴婢，難道你們自己就沒有得罪耶和華你們的神嗎？你們現在要聽我的話，把你們擄回來的兄弟釋放回去，因為耶和華的震怒已經臨到你們身上了。於是以法蓮人的幾個首領，就是約哈難的兒子亞撒利亞、米實利末的兒子比利加、沙龍的兒子耶希西家和哈德萊的兒子亞瑪撒，起來阻擋從戰場回來的軍隊，對他們說：你們不可把這些俘虜帶進來，因為我們已經得罪了耶和華。你們想增加我們的罪惡和過犯，我們的過犯實在嚴重，耶和華的震怒臨到以色列人身上了。於是軍隊把俘虜和戰利品都留在眾領袖和全體會眾的面前。上面提過的那些人就起來領走那些俘虜，從戰利品中拿出衣服給所有赤身的穿着，給他們穿上鞋，給他們吃喝，又給他們抹油，又把所有疲弱的人放在驢子上，把他們送回棕樹城耶利哥他們的兄弟那裏，然後就回撒瑪利亞去了。那時亞哈斯王派人去求亞述王幫助他，因為以東人又來攻打猶大，擄走了許多人。非利士人也侵入了高原和猶大南面的眾城，佔領了伯示麥、亞雅崙、基底羅、疏哥和屬於疏哥的村莊，亭納和屬於亭納的村莊，緊鎖和屬於緊鎖的村莊，並且住在那裏。因為猶大王亞哈斯在猶大放縱邪惡，大大地冒犯了耶和華，所以耶和華使猶大卑微。亞述王提格拉比利色來到他那裏，不但沒有援助他，反倒欺壓他。亞哈斯取了耶和華殿裏和王宮中以及眾領袖家裏的財寶，給了亞述王，但也無濟於事。
這亞哈斯在急難的時候，竟越發冒犯耶和華。他向擊敗了他的大馬士革的神獻祭，說：亞蘭王的神幫助了他們，我也向他們獻祭，使他們也幫助我。他們卻使他和以色列人滅亡。亞哈斯把神殿裏的器皿收集起來，把這些神殿裏的器皿都擊碎了，又封閉了耶和華殿的角門，並且在耶路撒冷的各個角落建造祭壇。他又在猶大各城建造邱壇，向別的神燒香，惹怒他列祖的神。亞哈斯其餘的事蹟和他一切所行的，以及一生的始末，都記在猶大和以色列諸王記上。亞哈斯和他的列祖同睡，埋葬在耶路撒冷城裏，但沒有葬在以色列諸王的陵墓裏。他的兒子希西家接續他作王。歷代志下第29章。希西家登基的時候是25歲，他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的母親名叫亞比亞，是撒迦利亞的女兒。希西家行耶和華看為正的事，像他祖父大衛一切所行的。他在位的元年正月，開了耶和華殿的門，重新修理。他把祭司和利未人都召了來，聚集在東面的廣場上，對他們說：利未人啊，你們要聽我的話。現在你們要自潔，又要潔淨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的殿，把污穢之物從聖所中除去。我們的列祖冒犯了神，行了耶和華我們的神看為惡的事，離棄了他，轉念不顧耶和華的居所，以背向他。他們又封閉廊門，熄滅燈火，不在聖所中向以色列的神燒香和獻燔祭。因此耶和華的震怒臨到猶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使他們成為令人恐懼、驚駭和嗤笑的對象，就像你們親眼看見的一樣。所以我們的列祖倒在刀下，我們的兒女和妻子也都因此作了俘虜。現在我心中有意，要和耶和華以色列的神立約，好使他的震怒轉離我們。我的孩子們，你們現在不要懈怠，因為耶和華揀選了你們，站在他面前侍奉他，為要作他的僕人，向他燒香。於是利未人哥轄的子孫亞瑪賽的兒子瑪哈、亞撒利亞的兒子約爾、米拉利的子孫亞伯底的兒子基士、耶哈利勒的兒子亞撒利亞、革順的子孫申瑪的兒子約亞、約亞的兒子伊甸、以利撒反的子孫申利和耶利、亞薩的子孫撒迦利亞和馬探亞、希瑪的子孫耶歇和示每、耶杜頓的子孫示瑪亞和烏薛都起來，集合他們的親族，潔淨自己，照着王的吩咐，根據耶和華的命令，進去潔淨耶和華的殿。祭司進入耶和華殿的裡面進行潔淨，他們在耶和華殿裡發現的一切污穢之物，都搬到耶和華殿的院子裡。利未人接過，就搬到城外的汲淪溪邊。他們在正月初一開始潔淨聖殿，第8日去到耶和華殿的走廊。他們用了8日潔淨耶和華的殿，到了正月16日才完工。於是他們進王宮見希西家王說：我們已經把整個耶和華的殿
凡祭壇和壇的一切器皿，陳設餅的桌子和桌子上的一切器皿都潔淨了。亞哈斯王在位，他得罪神的時候，丟棄的一切器皿，我們都預備齊全，也都潔淨好了，現在都放在耶和華的祭壇前。希西家王清早起來，召集城中的領袖，上耶和華的殿去。他們牽來了7頭公牛、7隻公綿羊、7隻羊羔和7隻公山羊，要為國家、為聖所和為猶大人作贖罪祭。王吩咐亞倫的子孫眾祭司，把他們獻在耶和華的壇上。他們宰了公牛，祭司把血接過來，灑在祭壇上。他們又宰了公綿羊，把血灑在祭壇上。他們又宰了羊羔，也把血灑在祭壇上。最後把作贖罪祭的公山羊牽到王和會眾面前，王和會眾就按手在公山羊的身上。祭司宰了公山羊，把血灑在祭壇上作贖罪祭，為所有以色列人贖罪，因為王曾經吩咐要為所有以色列人獻上燔祭和贖罪祭。王又指派在耶和華殿中的利未人，拿着響鈸和琴瑟，是照着大衛王的先見迦得和拿單先知所吩咐的，就是耶和華藉他的先知所吩咐的。利未人拿着大衛的樂器，祭司持着號筒，一同站着。希西家吩咐在祭壇上獻上燔祭。開始獻燔祭的時候，就開始向耶和華歌唱，並且用號筒和以色列王大衛的樂器伴奏，全體會眾都叩拜，歌唱的歌唱，吹號的吹號，直到燔祭都獻完了。獻完了祭，王和所有在場的人都屈膝叩拜。希西家王和眾領袖又吩咐利未人用大衛和先見亞薩的詩詞讚美耶和華。於是他們歡歡喜喜地讚美耶和華，低頭敬拜。希西家說：你們現在歸耶和華為聖了，請前來，把祭物和感恩祭帶到耶和華的殿裏來。於是會眾把祭物和感恩祭帶來，凡是甘心樂意的，都把燔祭帶來。會眾帶來的燔祭如下：公牛70頭，公綿羊100隻，羊羔200隻，這些都是作燔祭獻給耶和華的。還有分別為聖之物：公牛600頭，綿羊3000隻。只是祭司太少，不能把所有燔祭牲剝皮，所以他們的親族協助他們，直到剝皮的工作完了。又等到其他祭司自潔完了，因為利未人在自己的事上比眾祭司更加誠心。此外，還有很多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脂肪，以及和燔祭同獻的奠祭很多。這樣耶和華殿裏的侍奉就重新恢復了，因為事情很快辦完。希西家和全體人民因神為他的子民所預備的，都甚歡樂。提摩太後書第2章。所以我兒啊，你應當在基督耶穌的恩典裏剛強起來，又應當把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從我這裏聽見的，交託給那些又忠心又能夠教導別人的人。你應當和我同受磨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當兵的人
不讓世務纏身，為要使那召兵的人歡喜。競賽的人若不遵守規則，就不能得冠冕。努力的農夫理當先嘗果實。你要想想我的話，因為凡事主必給你領悟力。你要記得，那從死人中復活的耶穌基督，他是大衛的後裔所生的。這就是我所傳的福音。我為了這福音受了磨難，甚至像犯人一樣被捆綁起來。可是神的話卻不被捆綁，因此我為了選民忍受一切，好叫他們也可以得着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我們若與基督同死，就必與他同活；我們若能堅忍，就必與他一同作王。我們若不認他，他必不認我們。我們縱然不信，他仍然是信實的，因為他不能否定自己。這話是可信的。你要在神面前把這些事提醒眾人，叮囑他們不要作無益的爭辯，這只能敗壞聽見的人。你應當竭力在神面前作一個蒙稱許、無愧的工人，正確地講解真理的道，總要遠避世俗的空談，因為這些必會引人進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們的話好像毒瘤一樣蔓延，他們當中有許米乃和腓利圖，他們偏離了真道，說復活的事已經過去了，於是毀壞了一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堅固的根基已經立定，上面刻着這樣的印：主認識屬於他的人，和凡稱呼主名的人都應當離開不義。在富貴人的家裏，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貴重的，也有卑賤的。人若自潔，離開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主使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你應當逃避年輕人的私慾，要和那些以清潔的心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義、信心、愛心、和平。你要拒絕愚蠢無知的問難。你知道這些事會引起爭論，但主的僕人卻不可爭論，總要待人溫和，善於教導，全心忍耐，以溫柔勸導那些對抗的人。或許神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認識真理。他們雖然曾經被魔鬼擄去，隨從他的意思而行，或許也能醒悟過來，脫離魔鬼的陷阱。